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係大灣區香港中心同事張可怡 Koey。大家好，我是大灣區香港中心廣州代表處的同事王佳佳 Angel。我哋係今日呢個線上活動嘅主持人，歡迎大家。感謝各位抽空出席大灣區中小學智慧河道保潔挑戰講座暨簡介會。多謝各位老師嘅支持，同時亦都要感謝支持機構嘅協助，令到賽事可以順利推展。首先請我哋嘅主辦機構大灣區香港中心營運總監 Stephanie 介紹下呢一個賽事啊。大家好，我係 Stephanie 啊。參加呢次比賽嘅學校當中咧，既有新知，亦都有舊語喎。我就借呢個機會賣下廣告先，簡單介紹一下大灣區香港中心。我哋嘅中心係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喺2017年成立嘅非牟利機構。我哋中心嘅營運經費係來自社會賢達嘅捐款。而促進香港同大灣區兩地嘅青少年學生交流係我哋嘅重點工作之一嘅。大家喺 PPT 嗰度咧都會睇到我哋嘅工作範圍係幾多元化啦，而舉辦嘅活動亦都好多元喎。唔單止淨係搞 STEM 比賽，亦都有安排同學同埋老師去大灣區考察嘅計劃。唔少行程都係獨家㗎，歡迎各位老師多啲瀏覽我哋嘅網頁，睇下有邊啲活動係適合同學參加嘅。好啦，言歸正傳啦，智慧城市系列比賽係我哋近年主要搞嘅校際活動之一啦。過往3屆咧嘅比賽都吸引咗300幾隊過千嘅學生同埋老師參加嘅。STEM 涵蓋嘅內容其實好闊，我哋中心就選擇用 AI 作為核心。因為 AI 加，亦即係 AI 賦能呢一件事咧，其實已經改變緊我哋嘅學習啦、工作啦同埋生活㗎啦。我哋中心希望裝備同學具有面向未來嘅能力，通過賽事嘅培訓，免費㗎噃，俾同學可以初步咁掌握 AI 嘅基礎原理，等有興趣嘅同學可以繼續鑽研落去，提前規劃未來學習或者工作嘅路向㗎。今個學年嘅賽事咧，由過去3屆嘅陸地，即係無人車啦；天空，即係無人機嘅主題咧，而家延展到去海洋科技啦。亦即係我哋今次喺無人船點樣應用喺海洋永續發展嘅課題上邊，鼓勵同學多啲探索 AI 嘅可以應用嘅多元化。希望通過呢一個嘅比賽咧，既為老師同埋同學提供交流切磋嘅機會，亦都令到同學可以多啲思考，發揮創意，發掘唔同嘅應用場景。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專為高小同埋初中同學而設嘅大灣區中小學智慧河道保潔挑戰賽，4月18號就會喺香港舉行㗎喇。除咗中學組嘅賽事之外咧，由舊年開始，亦都為高中同埋大專院校嘅同學開設咗 case competition 嘅比賽。喺大灣區學界海洋科技挑戰賽入邊咧，同學可以定製一啲商業嘅應用嘅計劃書啦，又或者設計新嘅無人船喺特定嘅應用場景度入邊使用嘅。我哋仲會為入圍嘅決賽同學安排咗 mentor 提供指導。呢個比賽喺4月就會開始接受報名㗎喇，8月15號就會進行決賽。報咗名參加我哋保潔挑戰賽嘅學校咧，亦都歡迎你哋嘅高中同學報名參加呢個 case competition 嘅。今日嘅活動分為2個環節，首先就係講座嘅部分啦。我哋好榮幸邀請到業界同埋學者介紹無人船嘅應用啊、發展啊同埋技術嘅，希望對老師同學都有啲啟發。接住就會係由培訓機構講解比賽嘅內容同埋需要注意嘅事項。好啦，我將時間交翻俾主持人先。